大家好，又來1分鐘探索。今日主題係10種神奇嘅美顏護膚中藥，令你嘅肌膚煥發光彩。一當歸呢個係補血嘅高手，佢可以行氣活血，幫助調經，仲有潤腸效果，內外健康。2杞子養血安神，補益心脾。如果覺得身體濕重，記得加啲陳皮焗水啊。3龍眼肉同樣係補血嘅好幫手，令你心脾有活力，安神又舒心。4菊花清熱明目，對抗風熱，仲可以解毒，真係秋冬必備。5薄荷清新提神，搭配菊花焗水，特別適合有頭痛煩惱嘅你。6金銀花清熱解毒，涼血化瘀，令你肌膚清透無瑕。7桑葉清熱潤燥，特別適合乾燥肌膚嘅朋友。8雞骨草夜貓族嘅救星，清熱解毒，疏肝散瘀，令你精神滿滿。9夏枯草清肝火明目，對抗眼睛疲勞，令你視野更清晰。10佩蘭化濕嘅好幫手，對於關節痛都有幫助。每種中藥都有佢獨特嘅功效，大家一齊用自然力量呵護肌膚啦！拜拜，下次見。